北市永高顶个月底发生甲囡仔苦毒死的案件，一个才10个月大查甫幼囡仔，互亲生老母也有伊的男朋友苦毒死，老爸一个赶来到病院，实在是足唔甘。头一个时间，老母佫讲囡仔是跋倒引起的，检察官调查了后，以伤害致死的罪嫌，甲法院申请2个人已经押起来。 圆滚滚的目睭、喙，佮夹着黏嘴啊！10个月大的查甫红婴仔坐伫咧红婴仔车内底，古水活泼的模样，温暖真侪人的心。但是，就伫咧顶个月，竟然互亲生妈妈，也佮有妈妈的查甫朋友，也开来拍死。小小的身躯送去病院，就已经昏迷啊！对头、甲胸坎、骹侧边拢总是乌青。爸爸赶来病院，根本就无法度相信，妹讲哪会这么残忍？就医生开门的时候，我进去看的时候，全身都插管，很严重了，脸都肿了。 然后身体跟后背，包括后背、手，几乎都有伤，就全身都是，全部都淤青。这个查甫婴仔胸坎受到重伤，真侪所在骨折去。下毒手的妈妈佮查甫朋友2个人拢才20多岁，竟然只是因为这个红婴仔哭袂晓，妈妈就先用手来扇这个囡仔的面。这个时阵，妈妈的查甫朋友雄雄情绪失去控制，直接一脚就按伊的胸坎站落去，佮将这个红婴仔的手抓起来大力滴喊，最后将伊重重摔伫咧涂骹，造成伊的死亡。当时伫咧现场的佮有伊妈妈的姐姐，嘛无来阻止，目睭紧紧看到2个人咧入台，造成这件悲剧。用踹的，胸部，不然就是双脚拿起来摔，用脚踹他的胸，他骨头超细的耶，内脏很容易就整个就破了耶。 小小身躯袂堪咧大力咧拍，才10个月囡仔袂负大汉。即马检察官按伤害致死罪这个罪嫌，将伊的妈妈甲这个查甫朋友来扣押，专案阁会继续来调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